资证在1年总算有高值工资在，整整63.5角。所以从一个来开始，我的退休工资比人工3701块不高。想想整个有点乌拉发出。同一片天空下头，按说事业单位退休职工，眼睛角里个闲话，竟然是企业单位退休工人1年1度的希望。下堂来讲红满泪，来一台红山河灯有白米饭，还有阿爸，竟然是吃年糕啊！13年第一天吃河灯吹苹果，我帮你改一改，利本到底谁出来着？再注意么周武功的样板，发汗白不汗。吃只河灯，其他5真的侪发汗酸。吃只河灯的汤，其他5汤侪是江鱼汤。阿爸，你搿个今天上是啥？肯定没摘冰哇！吃海饭还做起直播来。1、2年天人气养得了牙花花，发啥人问我？听说有个所在13店，江南个存款有168万。我有个上海二叔，江南有270万，你单点交同店。真个我还记得不得了，我也非得搿2人单点是我逃避了个蛔虫，还是我眼睛高头分开换成个苍蝇屎。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自媒体5年，我量着个米，比我职业生涯30年量着个还松。我吃过个饭店面点，比我前头50年人生吃过个还多。所以讲，不赶紧摘一点后藤，阿爹得到苹果。谁从此挨个5年，大半数人生分把握。还有阿爸，你下趟记得讲上去正眼倒着面具噻。没粉身散骨的思想准备，非想做自媒体。下堂来讲，虽然名气没3道高平江路响，但不过辣海清查个辰光，还难忘一时。随着工业园区的开发，日里向反正没少个人，夜里向也不晓得也有人。红满里个河豚再好吃，自个没人，只有香还怕巷子深，所以我也带着急刹。